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6年4月20日美東時間下晝5點。今日個市呢，可以話係高位唞一唞氣啦。美股主要指數喺上個禮拜五大升創完歷史新高之後，今日有少少回吐，三大指數期貨早段都跌唔夠0.6%，氣氛明顯轉咗審慎。不過隔離埠亞洲市場就叻仔啲啦，韓國股市尤其標青 ，KOSPI 200指數升咗0.47%，收喺935.75點，主要靠芯片股同電池股撐住個市。講返尋日個勢頭，本來因為有傳聞話美伊可能停火，市場好興奮，點知個劇情週末即刻反轉。霍爾木茲海峽突然又話封閉，搞到今日投資者個心都囉囉攣，個市就腳軟軟咁回翻少少。所以話呢，而家影響市場最大嘅因素，真係離唔開中東嗰邊嘅局勢，一時話和談，一時又話封鎖，真係捉摸唔到㗎。板塊方面，繼續係科技股嘅天下，尤其係人工智能 AI 同半導體呢條主線，真係強到不得了。好似英特爾 INTC 咁，股價雖然回落咗4.09%到65.7美元，但市場焦點依然喺佢搭上咗馬斯克個 Terafab 超級芯片工廠項目，覺得佢個代工業務有重大突破。韓國嗰邊嘅 SK 海力士同 LG 新能源股價都升超過3%，帶起成個氣氛。相反，遊戲相關嘅板塊就比較慘情，相關嘅 ETF 跌得比較多，資金似乎走緊出嚟。至於其他焦點股份，特斯拉 TSLA 係另一個重中之重。佢聽日就會公布業績啦，份成績表未出，股價今日回落2.03%到392.5美元。市場擺明車馬係想睇佢嘅無人駕駛的士 Robotaxi 同全自動駕駛 FSD 有冇新進展。另外，中國嘅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今日出爐，連續第11個月維持唔變，算係一個穩定嘅信號。展望後市呢，短線睇嚟都係會喺高位反覆多一陣。個市嘅關鍵睇嚟仲係揸喺兩樣嘢手上，第一，中東局勢會唔會再突然爆出嚟？第二，就係聽晚特斯拉份業績究竟交唔交到功課？佢對 AI 業務嘅展望，好大機會主導之後科技股嘅情緒。大家要留意啊！而家個市有啲外強中乾嘅感覺，即係指數靠幾隻重磅股撐住，但其實好多其他股票已經跌咗唔少，個市底唔算好闊。總括今日個市係消化緊好消息同埋地緣風險。AI 熱潮就繼續係最強引擎，投資朋友記住要控制注碼，唔好盲目追貨啊！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